自2026年8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课主持续上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腓立比书》第4章第10节到2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腓立比书》第4章。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，因为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开花。其实恁有伫甲我关心，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若定。毋是讲我无够额，因为我已经学会晓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拢知足。我知安怎过散车的生活，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。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欠缺，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靠使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毋过，恁有分担我的困难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恁腓立比人家己嘛拢知，伫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马其顿的时，只有恁的教会有分担我的生活费用。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，恁有几若遍送物件来供给我的需要。我毋是爱恁送物件，是爱恁有搁较济的利润寄入去恁的户头。这是恁互我所有物件的收据。恁互我的已经够额，阁有剩。我有对以巴弗提收到恁送互我的礼物，亲像发出香味，上帝所接纳欢喜的祭物。我的上帝为照伊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。愿荣光归乎咱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属基督耶稣的所有信徒请安，甲我伫遮的兄弟姊妹嘛要甲恁请安。伫遮所有的信徒，特别是凯撒王宫内的信徒，拢要甲恁请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靠主持续上路，持续上路。即句成语提醒人爱知道满足，无做过分的要求，心情自然会当常常保持愉快。只是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需求，若有一寡需求无得到满足，却硬要爱家己必须知足，敢袂只是压抑内在需求，毋是真正内心得到满足咧？或者有人只是以知足做借口来逃避现实的压力若定咧？伫腓立比书中，圣殿感觉的保罗常常表现出伊的喜乐，譬如讲，伊讲家己伫主的生命里有极大的喜乐，原因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毋简单一次性提供伊，而且持续帮赞伊。除了因为被关心就喜乐以外，保罗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欠缺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，因为伊已经学会晓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拢知足。保罗所咧讲的知足，通讲就是满足现况，也就是前面讲到的知足常乐。那呢，保罗敢也
只是在压抑家己的欲望，或者只是用知足这个词来逃避一直感觉受苦的现实的。知足的希腊原文字义是家己就满足，只无依赖外在条件的生命状态。伫保罗的时代，有一个名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流派，因对知足的看法是无受环境左右，无被欲望奴役甲内在的自由。保罗对知足的讲法，确实与斯多葛学派有一丝仔类似，只是斯多葛学派认为，人若要爱得到满足，必须靠家己，毋是假借其他人，也是事物。但是保罗所强调的是，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保罗毋是靠家己得满足，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受苦，互伊知影主甲伊同齐受苦。因为安尼，就算伊心点感觉，也因着基督的力量，就会当适应。换句话讲，保罗的知足是来自伊所信的耶稣基督。知足上路，并毋是用来自我安慰，也毋是用来压抑欲望，搁较毋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。知足是一种了解家己的状况，可能拄伫受苦，或者处伫人生低谷，要接受这个现实，搁处之泰然。对保罗来讲，因着信靠主的力量，互伊会当适应艰恶的处境，搁靠主常常喜乐。可见，信仰毋是互人逃避现实，是互人面对各种处境的时，还通心存喜乐。拄亲像保罗共款，咱的知足也是来自基督所赐的力量。搁因为安尼，常常喜乐。默想，知足毋是靠内心强大的力量去压抑欲望，是伫欠缺甲不安中，知影转向伫十字架顶受苦的基督，相信伊会赐我力量。知足毋是靠内心强大的力量去压抑欲望，是伫欠缺甲不安中，知影转往伫十字架顶受苦的基督，相信伊会赐我力量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明白，知足是来自我靠你，互我伫欠缺也是不安的时，无靠家己，是我靠伫十字架顶为我受苦的耶稣基督，互我坦然面对家己的处境，靠主喜乐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心灵拢勇健平安。